第10章，律法既然是将来美事的影，毋是本物的真相，总袂会将这每年上献一样的祭物，叫迄个群前来的人得到完全。若毋是安尼，祭物的事，减无早已经停止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受清气，就无搁觉得有罪。总是这个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甲山羊的血断断袂会拄罪，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阵就讲：上帝啊，祭物甲礼物是你无愿意的，你捌甲阮有备了身体，烧祭甲赎罪祭是你无欢喜的。迄时我讲，上帝啊，我来啦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事伫经卷顶已经记载，以上讲祭物甲礼物、烧祭甲赎罪祭是你无愿意的，也是你无欢喜的。这拢是照律法献的。后来佫讲，我来啦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伊是拄去伫先前的，为要立定伫后来的。阮凭着这个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摆献上伊的身体，就得到成圣。凡若祭司日日徛伫服侍上帝，逐摆献上一款的祭物，这个祭物永袂会拄罪，总是基督献一摆永远的赎罪祭，就伫上帝的正边坐落来。对安尼听候伊的对德，成了伊的骹踏。因为伊一摆献祭，就予迄个得到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灵也对阮做见证，因为伊既然已经讲过，主讲遐个日子以后，我甲因所立的约就是安尼。我要将我的律法写伫因的心顶，搁要下伫因的内面。以后就讲，我无搁纪念因的罪过，甲因的过犯。这个罪过既然已经赦免，就毋免搁为罪献祭。兄弟啊，咱既然因为耶稣的血得到好胆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伊甲咱开一条搁新搁活的路，对场经过。这个场就是伊的身体，搁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，搁咱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休去，身体用清水洗清去，就着存诚心甲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也要坚守阮所承认的愿望，袂到摇动。因为迄个应允，咱的就是信实的，搁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疼心，勉励行好。恁毋通停止聚会，亲像遐个停止惯事的人，反倒着彼此劝勉。既然知影迄个日子临近，搁较着安尼，因为咱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罪就无啦。只有行刑听候审判，甲迄个消灭众敌人的大火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2-3个见证人，尚且未得到人数来死，何况人吞达上帝的囝，
将迄个互伊正性的药的血当作平常，搁设慢施温的圣灵。恁想伊要受的刑罚，应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咱知影，一嘴讲，伸冤在伫我的确报应。搁讲，主要审判伊的百姓，落伫永生上帝手内，真正是通惊的。恁着对念往日得到光照以后，所忍受大征战的逐项苦难，一面受诽谤，拄着患难，成了戏景，互众人观看；一面陪伴遐会受即款苦难的人，因为恁体恤遐会受困锁的人，并且恁的家业互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影家己有敬美忠纯的家业，所以恁毋通气煞勇敢的心，存即款的心，的确得到大赏赐。恁的确着吞忍，互恁行完上帝的旨意，就通得到所应允的。因为也有淡薄久的时阵，迄个要来的就来，并无延前。只是义人的确因信得生，伊若退后，我心内就无欢喜。咱却毋是退后入沉沦迄顶号的人，就是有信心直到灵魂得救的人。